特首對我唔公道啊！我想去佢嗰度，佢就唔請我去。而家佢被逼俾我問佢啊，哥，真係忍唔住要笑啊！而家忍唔住要叫啊！你有冇咁冇禮貌嘅特首啊？唔俾面你，我係議員，佢唔請我去。梁國雄議員，你依然仲係哦，知道嗱，特首呢個啊689係嘛 ？OK， 特首689啦嗱。有啲記者就問我對你會點？我話好公道嘅，我話對阿梁生好公道嘅，你唔使驚，呢度唔係戰場，唔使報警。嗱，我今日真係好公道嘅，我全部都係追問嘅問題啫，就唔問你真正嘅問題。喂，大佬，你講咗冇做冇，講咗當做。議員請你提出你嘅問題。我俾選擇題佢，你最易嗰題答嗰題。我問你呢個處女島公司，你又唔答，即係間處女公司做咩生意嘅又唔答。UGL 人哋問你又唔答，有冇申報都唔答。1年之前，本應你應該答 UGL 嗰件事，你嚟到咧就講。梁國雄議員。外國勢力顏色革命有證據，適當時候會公佈。而家過咗1年，跟住全民退保，我就代啲老人家追數嘅，就3年。標準工時係代陳婉嫻議員追數嘅，又係3年。你答啦，你自己揀一題容易啲嘅答啦。追唔晒啊，哥！喂，主席，我做咗咁多年議員，追咗佢5個問題，喺度又唔答，出去又唔答，書面答咗啊！書面答咗，你不如有個公仔嚟呢度啦，動個公仔啦。書面答咗。梁國雄議員。有個梁振英公仔喺度咪得咯？梁國雄議員。係。立即停止發言。唔係，我再重複一次，我聽唔到。你嗰間 BVI 公司外國勢力顏色革命，議員，你話適當時候公佈，全民退保3年未有時間表，標準工時。需要重複啦。陳婉嫻，唔係佢聽唔晒5項選擇。你已經發言講咗。OK，差唔多。5項選擇，請你坐低。你揀一題嚟答。梁國雄議員立即坐低，停止發言。行政長官，陳偉業議員，請你放低你嗰個，放低你嗰個標語牌。主席剛才佢提嗰幾條，我數唔到係咪5條啦。事實上，我同特區政府嘅同事咧，都經常喺立法會同埋向全社會係解答嘅。佢而家真係冇答喎，一個官員嚟到冇禮貌要趕走喎。梁國雄議員，喂，我哋可以趕走一個人嚟到鬥成30萬，我問一個問題都答唔到。喂，馮偉光都10幾萬㗎，都要答啊哥。5題揀1題喎。梁國雄議員違反咗我哋質詢嘅規定，請你坐低。喂，主席，咁啊唔得啦，我要送個鐘俾我大哥。梁國雄議員，梁國雄議員立即離開會議廳，立即離開會議廳。陳偉業議員、陳志全議員立即離開。梁國雄議員、陳偉業議員、陳志全議員立即離開會議廳。黃毓民議員。黃毓民議員，請你唔好喺個座位嗰度高聲呼叫。現在繼續由議員提問。陳鑑林議員。